我哋問咗 AI，例如 DeepSeek 同 ChatGPT，關於中國登月同火星車嘅發展史，然後將數據同資料加入到場景當中。我哋首先製作咗一個博物館，觀眾可以了解火星車、祝融號嘅發展歷史同輝煌成就。然後左手邊係關於登月車玉兔號。然之後，觀眾可以行去正中間睇下，2030年中國預計會整到一個叫做載人月球車，場景十分壯觀。之後，我哋加入咗選擇對碰嘅遊戲，玩家揀翻嘅啱嘅月球車或者火星車。我哋加入咗變數 score，設定分數上限。當玩家選擇咗錯嘅月球車或者火星車，就會減一分。但係如果揀啱咗，就會加一分。如果玩家擺到5分嘅話，咁佢就會勝利，然後去到下一個場景。嚟到第三個場景，觀眾可以透過觀光車更加近距離觀看模型。為咗令模型更加真實，我哋利用咗 Tinkercad 製造火星月球車模組，再放入 Delictus 場景入邊。當中，我用 Grok 4等 AI 工具繪圖，將圖片放喺場景入邊。部分難以用 Tinkercad 製造高像真實嘅 3D 模型，我哋再利用咗 Mishai 同埋 Polycam AI 生成 3D 模型。編程方面，我哋利用咗 Variable，令玩家可以調整觀光車嘅速度嘅快或者慢。而家讓我哋嚟睇下嗰個編程嘅畫面。